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呢個主日我哋慶祝聖神降臨節，亦都係教會誕生嘅日子。聖神降臨到宗徒身上，唔係單單只係一件歷史嘅事，而係喺今日活生生咁樣影響我哋每一個。喺2000年前，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邊，經歷苦難、死亡、復活，去到最後五旬節嗰一日，將聖神傾注俾教會。呢一個係佢由天父所應許嘅聖神，目的就係希望我哋每一個跟隨佢嘅人，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夠進入耶穌佢復活嘅生命，承擔佢嘅使命，將福音去傳遍普世。所以今日我哋唔係單單只係回顧呢一件事，或者單單紀念佢，更加緊要嘅係重新燃起翻我哋呢份內心對主嘅渴望，我哋內心信仰嘅熱火。所以有兩點想同大家分享嘅。第一點，我哋就係要默觀主耶穌，為佢作證。基督徒最重要嘅，首先嘅就係要成為一個默觀者，用我哋嘅心靈同埋真理去默想，去體會主嘅臨在，咁樣先至能夠成為佢嘅見證人嘅。耶穌喺今日嘅福音同我哋講：誰若愛我，必遵守我的話，我父也必愛他，我們要到他那裏去，並且同他同住。呢一個就係基督徒嘅召叫。喺我哋呢個世俗化、物質化嘅世界當中，我哋要成為主活生生嘅標記同埋臨在，就係首先翻去我哋同主嘅關係，體會，用我哋嘅心靈，用真理去體會耶穌，先至能夠做佢嘅見證。第二點，我哋就係要關懷人類。我哋係生活喺一個充滿住衝突、資訊爆破嘅世界，有時候真假難分。但係教宗良14世喺佢上任之後嘅講道當中，經常提醒我哋要留意嗰啲侵犯生命倫理、家庭價值嘅聲音，提醒我哋唔好讓科技取代人性，唔好用科技去代替咗人與人之間嘅接觸，唔好讓相對主義去削弱我哋對真理嘅堅持。因為作為每一個基督徒，我哋被天主召叫，而且佢係同我哋一齊透過聖神臨在喺我哋生活當中，使我哋能夠勇敢咁樣喺呢個世界當中去守護人嘅尊嚴、家庭嘅神聖同埋社會嘅正義。就讓我哋一齊喺呢一個聖神降臨節，記得唔係單單只係喺五旬節嘅時候降臨嘅，佢今日仍然喺我哋心中，喺教會嘅禮儀當中，喺我哋嘅福傳工作上邊，讓我哋每一個都開放我哋嘅心，讓聖神更新我哋，引導我哋，使我哋成為今時今日嘅宗徒同埋先知。天主保佑。